劳工团体推杀骨了党的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保护法，行政院的草案10月底要伫议会通过，目标是伫立法院的这个会期完成三读。台湾民众党团是对立法表达支持，不过因今仔日也提出家己版本，因是希望讲伤亡的支付率爱100%，劳工的职业灾害照护嘛就爱给付。 前几天在县剧团的团长黄明安伫演出期间雄雄过身，立委赖香林强调，这嘛算是职业灾害事件。针对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草案，最近可能伫行政院会来通过，刷落来会伫立法院来审查。民众党团嘛提出版本。现有的机制呢，是第一年给你7成的薪资补贴，第2年给你5成哈，所以加起来呢，大概是6成。 那我们是认为说，整个职灾给付里面，如果造成我在住院休养无法工作期间的工资替代，应该要100%。民众党认为，即卖职灾支付保费虽然是头家纳，但是若出代志，职灾保险的支付，敢若5至7成，另外有3成名义上爱头家出，说延伸出。 调解个数等等的问题，因认为单独立法后的职灾保险基金的支付应该要提悬到100%。阁有针对小型公司、风请短期的劳工，只要有工作的事实，就要全面纳保，投保的门路要搁较利便等等，希望互一寡艺术工作者，阁有8大行业的劳工，拢有保障。艺文工作者啦，就是平均29%。 都没有职业灾害相关的保险，例如行为艺术、视觉艺术创作，还有表演艺术创作，更有超过1半的这个领域的工作者，他是根本没有劳工保险。针对民众党团提案的职灾保险法的版本，民进党团干事长刘世峰是表示，伊认为职灾保险的基金的支付率可能嘛就要分级较适当，不过到底倒一个版本较适合？ 等待送入来立法院来审查，拢会使搁再讨论。记者陈雅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